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这位歌者演唱的歌。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非常的好听，尤其是在有一位大家熟知的歌手谭维维在翻唱了之后呢，这首歌更是被全国的歌迷所熟知。那它表达了人们对美丽情感的向往。而今天呢，这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唱者就在我们的现场，他到底是谁呢？在根嘎的老家，在格萨尔王的故乡，冬日里的阿须草原，没有了漫山飞舞的彩蝶，但是这里的雪山却显得更加的挺拔。在我的家乡呢，有很多歌颂爱情的歌曲，这些歌曲也是我音乐创作的源泉。我心目中的爱情就像雪山一样纯洁，就像这里的河流一样清澈。我希望山那边的你能听到我心里的呼唤。张开蝴蝶的翅膀，闪烁在美丽的花中，花香飘飞在那个美丽姑娘心上，伴着春天的云朵，散发出你的美丽。你那淳朴的笑容，就像野山花一样的灿烂。因为我们藏区的话有很多爱情歌曲，蝴蝶的翅膀呢也算是一个爱情歌曲，所以呢本来是我自己就是写的一首歌，所以说我觉得是自己来唱的话，我觉得好一些吧。伴着春天的云朵，散发出你的美丽。你那淳朴的笑容，就像野山花一样的灿烂。Metto l'amore, se non che metto l'amore, oh metto l'amore, metto l'amore, se non che metto l'amore, oh metto l'amore, metto l'amore, se non che metto l'amore。 更感。这个前两场呢都是听他在唱歌，那今天呢不光是唱歌，更重要是知道他这首歌还是他创作的，又能写又能唱，才子啊！没有啊，是不是？
好，那这个还是要问一问啊，刚才这个蝴蝶，在你们那边是不是就是被誉为一种美丽？蝴蝶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心目中的爱情，应该是善，有了善才有爱情，有爱。那现在你有你的蝴蝶姑娘了吗？蝴蝶姑娘，你心中的那个她，这是不能问呐。秘密啊，秘密啊。对呀，你不是成2个秘密了吗？现在又是眼镜儿，完了还不知道你的那个身世了。还有3个4个呢，后面多着呢。可是我想问问你啊，当时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是打算在这歌里边公开一些秘密的信息呢，还是说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其他的什么地方呢？其实我们不能说写歌，有些时候就是看着我们这个草原，然后蓝蓝的天，然后看到雪山，坐在河边，就是有美丽的画面，所以说看到这美丽的风景，就有心里有一种很冲动，就是自然哼出来的一个旋律，对。是。其实这都是共通的，就是我们用绘画来表达一个画面，我们用音乐来诉说情感。那我想呢，要请这个伍周彤老师来为根卡刚才演唱做评点。蝴蝶的翅膀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曾经落在我们的肩头，可当我们想去触碰它的时候，它却又飞走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在你歌里面听出了一些遗憾，还有一些捕捉不到的东西。但这一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希望吧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理解就是希望就是到达不了的远方，就当我们演唱的时候总有一种遗憾，总有一种希望的时候，可能更能够调动起我们演唱的那种激情。